弟兄姊妹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犹太人。有个偏激的教派称自己所信的耶稣为真耶稣，但事实上在正统教会里面，我们在领受圣礼典的时候都会宣告说，凡是属于主的教会领受洗礼的兄姐都欢迎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，与主同坐席。我们不会去强调我们的主是真正的主，而别人的主不是真正的。教会认同所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的人，即便是不同教派的兄姐要迁移会籍进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也不会要求重新洗礼。我们只有要求要信仰告白而已。那今天我们要从真犹太人的主题来扩大思想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真犹太人、真基督徒。我们看被掳的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的时期，在面对哈曼的灭族威胁之下，他们如何的活出真犹太人的生命。我们也看到以斯帖王后在面对哈曼、面对王，还有因为女性地位的低劣，以及外邦女子身份种种的困难的时候，以斯帖要求末底改去要求犹太人都要同心的为他祷告。后来他们得到了王的允许，能够为自己的生存而反击的时候，这样的同心顺服并且勇敢面对苦难的精神，才算是真犹太人了。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：当天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以斯帖。以斯帖告诉王，末底改是他的亲属。从那时候起，末底改获准进到王的面前。王把从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的印章和戒指取下来，给了末底改。以斯帖也委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财产。后来以斯帖又俯伏在王的脚前，哭着哀求王，请王制止亚甲人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阴谋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就站起来说：我若蒙陛下的恩宠，陛下关心我，觉得我的请求是妥当的，就请下一道谕旨，撤销哈曼发出的命令。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发出的命令是要灭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。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同胞被灭绝呢？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亲属被杀害呢？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太人末底改说：就这么办吧。为了亚哈杀害犹太人的阴谋，我已经吊死他了，又把他的财产给了以斯帖。但是用王的名义发出的通告上面有王的印是不能撤销的。不过我准你们按照你们的意思发通告给犹太人，
你们也可以用我的名义发出，并且盖上王印。于是在3月，就是西湾月的23号，末底改召来的王的书记，要他们发通告给犹太人以及从印度到古时共127省的省长以及行政官员。这通告是用各省的方言和犹太人的语文写的。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盖上王印，颁布这份通告，并且命令送信的人骑上皇家最快速的马去传递。这通告说，王准许各城市的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，无论受到哪一省哪一国的武力攻击，他们都可以反击、杀戮、灭绝那些人，连他们的妻子、女儿都可以灭绝，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。这通告适用于全国各省。在12月，就是亚达月的13日，原定杀灭犹太人的那一天生效。这通告像是颁布法律一样公布出去，使各省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这样犹太人可以准备好，在那一天向他们的敌人报仇。于是送信的人奉王的命令，骑上王家的快马，奔驰，传递通告。这通告也在首都书珊公布了。末底改穿着蓝色、白色的朝服，披上紫色麻纱的披肩，戴着金色的王冠冕，离开了王宫。书珊城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快乐的欢呼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这真是欢喜、快乐、欣慰、光荣的日子。王的通告得到各省各城犹太人的读到了，就充满了欢喜快乐，欢宴放假来庆祝。许多当地的人因害怕就入了犹太籍。约翰告诉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，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不要像那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，却是真正属于撒旦集团的。启示录2章第8节到11节这样子提醒到，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，说那位创始城中死而复活的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，但实际上你是富足的。你是受那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所毁谤的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旦的党羽。不要怕你们将要遇到的苦难，看啊，魔鬼要考验你们，当你们当中一些人投进监狱，你们要受10天的苦难，你们要忠心至死，我就赐你们生命的华冠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可以听的就听吧。那得胜的人绝不会受第2次的死亡灾害。真的基督徒要能够经得起考验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一样。真犹太人不是为了要试探人，成为撒旦党羽而存在的。诗篇122篇，有人对我说，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，那时我多么兴奋。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，
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，既整齐又和谐。各支族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都来到这里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。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，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，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。愿爱你的人都兴旺，愿你的城里有和平，愿你的宫里有安全。为着我的亲友，我要向耶路撒冷说，愿你平安。为着上主我们的上帝的殿宇，我要为你祈求幸福。恳求上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实践真理、荣神益人的基督徒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